美國同以色列聯手攻擊伊朗，中東局勢又緊張，令到避險需求上升啊！而家講到避險啦，唔少投資者第一時間都會諗起黃金㗎。不過股神巴菲特啦就曾經講過啦，佢就話喺戰爭期間最唔應該持有嘅就係現金同埋黃金。嗱，我哋今日就一齊睇下佢點講啦。嗱，市場咧一向嘅認知啦就係喺戰爭期間啦，一定係現金為王啦。避險嘅話就應該揀黃金，因為比較保值啊。不過喺2014年啦，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，當時巴菲特啦就曾經描述過一個截然不同嘅觀點啊！嗱，當年咧佢接受 CNBC 訪問嘅時候啦，就講到啊，若果國家一旦陷入戰爭，貨幣咧就會貶值，呢個幾乎係會發生喺所有戰爭當中㗎。投資者喺戰爭期間最唔應該持有嘅就係現金，而係應該持有能夠創造獲利嘅優質企業股票啊！原因好簡單，因為咧佢就話咧佢經歷嘅所有危機當中，其實股價咧都係會出現上漲嘅噃。嗱，至於一向啦都被視為避險資產嘅黃金又點樣呢？嗱，喺戰爭爆發啦，又或者係地緣政治動盪嘅時候，投資者嘅避險情緒咧就會刺激黃金嘅需求啦，令到金價咧喺短期裡面係會飆升嘅。不過巴菲特啦亦都曾經喺2019年俾股東嘅一封公開信當中啦，就講翻佢過往嘅經歷啦。咁佢就話自己咧曾經喺1942年嘅時候啦，就進行佢自己人生第一次投資。當時咧就係以114個7毫半嘅美元啦，就買入3股天然氣公司 City Service 嘅股票啊！嗱，最終咧就喺第二次世界大戰嘅時候，受到市場悲觀情緒所影響，提早就賣走咗啲股票。當時咧就淨係獲利咗5蚊美元嘅啫。嗱，巴菲特就話啦，4年之後咧嗰隻股票嘅股價就飆升啊，令到佢明白長期投資嘅重要性。而佢咧都做咗個估算嘅，就係將當年嗰114個7毫半嘅美元咧轉向投資黃金。咁當其時個資產價值啦就淨係得4200蚊美金啦。反觀如果將相同嘅金額投資喺標普500指數啊，嗱，留意翻啦，其實當年仲未出現 S&P 500，所以呢個只係一個假設性嘅例子啦。咁而且將個股息再投資翻去賺取一個複利嘅回報嘅話咧，資產咧就可以增長到53億美元。所以啦，巴菲特啦透過上述嘅經驗就指出啦，持有黃金嘅獲利咧係遠低於持有股票嘅。即使面對戰爭呢啲重大嘅事件啦，都應該保持投資優質嘅企業，先至能夠賺取一個較高嘅回報啊！嗱，第二點去提到嘅咧就係壞消息，就係長期投資嘅好朋友啊！嗱，巴菲特啦就話喺2008年金融海嘯嘅時候啦，咁佢就喺紐約時報發表嘅專欄文章嗰度啦，就提醒投資者，佢就話壞消息咧永遠都係投資者最好嘅朋友啊！原因就係咧每個時代啦，其實一樣都係充斥住不確定性、經濟衰退嘅風險啦，其實從未消失㗎。咁但係壞消息咧就會為投資者提供咗一個趁低吸納嘅好機會啊！咁所以投資者咧應該留意股票嘅價格係咪低於佢實際嘅價值，唔應該咧因為重大嘅事件而放棄投資啊！呢個咧就係巴菲特經常都講嘅一句説話，就係別人貪婪時我恐懼，別人恐懼時我貪婪啊！巴菲特當年咧發表上述文章之後啦，美股啦再度下跌咗大約26%嘅，直到2009年3月築底之後回升。咁所以咧，當時堅持長期投資嘅投資者啦，喺其後嘅大牛市當中啦，係獲得巨大嘅收益。嗱，以上咧就係巴菲特啦，對於係戰爭當中對投資策略嘅睇法啦。我哋今日影片到呢度啦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如果大家都中意我呢類型嘅影片，就記得撳 like 同埋 subscribe， 仲有撳埋隔離嘅鐘仔，咁下次有新片咧就會即刻通知你噶啦。我哋下條片見咯噃，拜拜。